皇祖母，您放心吧，我就在这儿跟您告别了，保重。快，丽丽，娘娘，请上车。马车太慢了，我们骑马去。你把这匹马卸下来。是。你骑上这马，带上丽丽。娘娘，北漠的路途艰辛，骑马恐怕您会受不了。是啊，娘娘，还是坐马车吧。都闭嘴！卸马，速速启程。是。救！娘娘，马已经走不动了，咱们歇一歇吧。是啊，娘娘，刚才有好几次我们这匹马都差点撞树上了，再这样下去，迟早会人仰马翻的。我知道你们都辛苦了，可是皇上等着咱们去救命呢。我们已经日夜兼程8天了，就算人能硬撑着，马也走不动了，歇一歇才能走得更快些。行了，大家都累了，那咱们就在这儿歇会儿吧。来，来，那边马都牵过来。哎，来，这。娘娘，您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走，歇会儿。娘娘，您别太担心了，你要相信皇上，他吉人自有天相。我明白，尽人事知天命。可是我就怕在我这个环节上，耽误了他的性命。哎，你说，哎，此次朕走了，不知何时才能再见。你会舍不得朕吗？